无即个实体，比如讲老有主题，老有主题，就得经安尼扫扫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其名。有名天地之心，无名咱万物之母。啊，有名较有名较无名拢是空的物件，拢是空的物件，等你来解读。啊，如实体讲，真实。真诚利显，你会当看到无即个实体了，真诚甲真正是无出来，真正良心甲真正是无出来，但是嘛重要。这物件拢要讲实，咱言者要讲这物件拢要讲实，拢即个心动引起这有这十二对应，有这十二对应，拢即相关的有这物件。过来，有老甲无老对。有老甲无老对因为烦恼所以觉因为咱有烦恼，所以有这个代志达掉的。咱若无烦恼，心足清的，不时阵就笑眯眯，看了咱就足少年，足水。人咱问讲，我人老板的我看你咱上近的，咱人爱笑眯眯的，你有啥物代志咧欢喜啥物？我讲无啦，透啥人欢喜？我袂做工，今日做老爸，这足无的袂做工，今日做老爸。伊讲，我来最近看拢笑眯眯。我这欢喜，今日这欢喜就是啥伊讲你种咯，凉咯，大汉咧做医生第二咧开药房，你凉我讲凉是足凉啦，后冷气通上啦，后电拢通吹啦，凉是足凉的啦，讲凉是足凉的。你若看会开，就凉；你若无所法，心就清。心若清，人讲诚有心，也言有慧。诚实伫你的心，流露伫你的外表，这一定道理啊。咱有修道，无修道，人看咱就想知。昨昏一个天台圣中的神位拢住伫神位啦，来后尾物件，太我这个边迄个人真早拢捌咧后尾，我就真久，哪真久无看啊，袂使认真。伊讲老板人，我足久拢无看伊安尼，你即摆拢走国外呢？我讲无啦，我会走国外怎啊会啊？伊讲你毋是捌咧管道呢？我讲会管道是管道就对啦，我也无咧收啦。伊讲你莫骗我啦，我嘛是管道的，我是天台圣宫的，我嘛是管道的。有咧收无咧收，看外表就知啦。讲你毋通看我今日如头长平平安怎做咧收啦？毋通用我咧外相啦，着爱着真正看伊心啦。伊心，着真正做出来，你毋通看迄个外表啦。也是即摆，我着来讲，伊着讲哇，你真正有研究的，我讲无啦，研究是无啦，我有读迄个啥，来，上水七有死啦。我讲我有读这个啦，伊话无研究的，讲你真正，若甲你做伙我真正要做面好的。我讲有影安尼，若安尼看你大肚鸡，无我来叫你带你遐大无？是怎的？先学看开，因为有烦恼斗北，斗北。老呢，带老了就要生死。有北的，当然心无开，就搁对着生死。人讲一心真如梦，二心成人梦。既然二心，就先天的心，后天的心。二心就对着生灭，生灭就是轮回，有生有灭，有生有灭就是轮回。所以佛教拢讲，迄个真理就是拢讲咱的心呢。你若看伊是讲咱像安尼，你名咱就听无啥有理，真足较俗。一心真如梦，一心呢，一心真如梦。若二心呢，走去生灭去。二心就走去生灭去。生灭门生有生有灭，就是对轮回去啊。若干咱一心，走去真如去啊。另外，咱来我咧笑。一心一德，以静带动；一心一德，
但我就通进入去大道。啊，若二心呢，我就进入大道啦。所以你千万，咱今仔日要成佛成善成良，足简单，只要一心甲无定。哦，我得法定，真理话定得一个，我要认真来修。哦，我无成道，我绝对唔甘愿就对啦。你着负一个心，我无成道，绝对唔甘愿啦。哦，尤其是像阮这样啦，70外无成道咧，绝对唔甘愿就对啦。哦，对上天我绝对唔甘愿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心甲放开。哦，来讲。老就先死，啊无烦恼咧，就解脱。无烦恼五脱，不乐不三界。那么无烦恼呢，就是已经脱离了生死。脱离了生死呢，就无落来三界中啊，就无落来三界中。所以老对无老，老对无老就是讲烦恼对无烦恼就对了，烦恼对无烦恼。就讲你安尼吼，有时阵笑嘻嘻心旷地烦迄个经书写大海有咧讲啊，无论恶得论心，心旷地烦。好呀，人伊讲我要去住地庄住较水，住安怎抑有得个人，伊是讲有得个人，伊就是讲我无安怎来赶紧来做。我伫台湾经济上来做偌济，我已经做几单人挂啦，我无靠紧来兴功立德的，我欠人眼钱，我后日过来落轮回，我就惨啦。不论恶人，定论心，心广体烦。故君子慎其道也。咱爱注意，时刻得爱注意。所以呢，无入这个三界。所以老对无老，下互烦恼之有甲无，烦恼会有甲无就对啦。关系去烦恼有甲无啦。所以咱若无烦无恼，后日就成阿不倒，咱安尼演都演袂倒就对啦。后日就成佛菩萨啦。无烦无恼就成阿不倒阿不倒就是佛菩萨。后日就变成落轮回啊。若烦恼呢，紧呢，你也了解呢，阮后边阮老母讲，你敢若会烦恼尔啦，拢袂当参爱啦。阮老母讲，我做啥啊？无就袂错回啊，你才会讲。不是安尼来讲。所以，这呢就是对别个烦恼来面会这有甲无啦。所以呢，烦恼不空，白脱无常。烦恼本来无空，是咱家己心做出来啊。